乡亲同到飞，大家来上飞。大家好，我是客家甜心朱慧君。大家好，我是客家小王子吴永斌。哎，永斌。哎呀，大礼拜看到呢乡亲同到飞啊吼，有青岛观众朋友写信来了，跟我讲，哦，你的节目吼，真好看哦，看得到哦，大礼拜吼下转硬吼，拢跌下来咯。真紧哦。哦，因为吼动精彩。对啊，希望吼好好表演就好，吼。好好评分，唔好本观众朋友的下转硬要跌下来。根本唔会咧。根本唔会跌下来。根本唔会咧。哎呦，嗰種唔好看的咯。唔係唔好看，當好看。因為吼，之前嘅節目啦，吼，之前嘅單元嘅表演，全部都跌過咧。全部都跌過嘅哦。根本唔會個跌咧，係啦。哦。係，咩動精彩？因為吼，大家要注意，眼睛不要眨哦，你眨了就錯過了。我講迄觀眾朋友啦。哦，我以為你叫我眼睛不要眨呢。嘿呀，等下眼睛就不要眨。好，跟到我們評審老師眼睛也不能眨，一眨就錯過了。真嘅。什麼？眨一兩點一秒、兩點二秒都錯過了，分數就唔對用嚟打咧。冇錯，冇錯。冇做韓州的啦吼，啊，等下冇要睡嘛？啊，唔是啦吼。好，啊，認真，好。我認真啊吼。你的專長來。介紹那個評審欣賞哈，舞台欣賞鍾百合欣賞，歌曲創作人鍾延秀欣賞，舞台劇演員吳權雲欣賞。歡迎三位欣賞。今日勞煩咯，麻煩咯哈。哎呦，記得咯，莫做喺當當哦。觀眾朋友啊，現場嘅朋友啊，莫做埋喺當當來看今日好看嘅表演咯。唔錯，日來看第一組嘅表演。參賽者表演體由評審判分數，3位評審每個人各有50點呢，每10點呢代表獎金100萬元，係講得到滿分50點，就做得到獎金2000元咯。千里迢迢來耶，就問姑娘情意濃，可這一見就鍾情美，人橋兩灑煙風來耶。有情扎透心涼啊，妹夢想
哎呦，来。成立一个舞团一旧的，差不多5、6年。一旧的哦。差。啊，平常时你安尼拢对老辈来的表演啊？全省都有。全省。那个全省，哈希的。对，到国外也有啊。国外有哪里？全世界的有。澳洲。澳洲。马来西亚，泰州是上去啦。泰州一天的，泰州你青好看那种的舞头的啦，今边跳的那个很嘛个主题。茶山情歌。给那团哈妇女学会，其实算在桃园县还没有升为直辖市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第一个成立的妇女团队。冇错。是哦。剃头人係咪？嗱，你帶桃園總人人啊。啊，你哦，對啦。嗰種係。啊，有冇揀呢類唱下學咯？其中。這是他們呢。唱歌嘅用邊唱歌嘅？那種唔得作困啊。唔會，我們歡迎男生。男來了哦。他們也穿褲子啊，你可以穿這種。我哋冇作裙呢，作褲。哎呦，動匠的這個做的吼，全部都這個做的吼。哎，請設計師啊，你把圖紙圖啊，你設計下了。是啦，這個你係摸的吼。嘿。環保的。用來講環保嘞。就是你不製作的呢。哎呦，董强呢，很适合你呢，长高了5公分。我还以为，怎么可以这样欺负我呢？对不对？我没有欺负啊。我这种身高是刚刚好的。我只是说实话。真是的，冲开风温呐！好啦，你要尊崇啦，冲开啦。你跳到1后啦，跳到1后。哎，这个谢谢，很棒。这个那个舞团有一个名字，跟我们评审老师其中一位有关系。哎呦。是不是？钟百合，我们叫你敢直呼艺术，你敢直呼我们老师？哦，中百合市长啦，哎呀哦，乐团哈是在讲青燕珍，是燕珍，然后给同都是满天西洋去演出啦，就就是等于说把客家的东西呀传播出去，传承，所以他们也很辛苦。好，就太感为了给朴树啊嘞。接下来看我们乐团吼，百合舞蹈团就得得到极度嘅分数。老师，请给分。你存心来偏爱全地。所以这都用手机自拍的，是不是？唔黑，可以用相机。这个用相机拍的？对，都是用相机拍的，然后把画素都调得刚刚好，也不要让它模糊掉之类的。这可能模糊掉会比较好看。就得到极度嘅分数。老师，请给分。来喽，来喽，15分，谢谢。红包6千球。玉梅老师，恭喜啊！恭喜恭喜恭喜！啊，舞蹈要再更精进，行一摆，张国瑞哈。啊，你看下来看，下一组的表演。I never trust a narcissist, but they love me. So I play him like a violin, and I make it look oh so easy. Cause for every lie I tell them, they tell me 3. This is how the world works, now all he thinks about is me. I can feel the flames in my skin, crimson red paint on my lips. If a man talks shit, then I owe him nothing. I don't regret it one bit, cause he had it coming. They say I did something bad, and worse I feel so good. They say I did something bad, but worse I feel so good. Most fun I ever had, and I'd do it over and over and over again if I could. It just felt so good, good. They trust the playboy, but they love me. So I fly them all around the world, and I let them think they save me. I can feel the flames in my
is even if you aren't one. So light me 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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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ght me up. Go ahead and light me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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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ght me up. They say I did something bad, the words I feel so good, so good. They say I did something bad, the words I feel so good. Most fun I ever had, and now I do it over and over and over again. If I could, it just felt so good. They thinking I did something so bad, it just felt so good. They thinking I did something so bad, they thinking I did, it just felt so good. They thinking I did something so bad, it just felt so good. 哎呦，中赏不哩，哇，好厉害哦！这个是扯铃还是溜溜球啊？扯铃吧，迷你型的吧？这个是溜溜球，溜溜球这叫溜溜球哦。这溜溜球。溜溜球不是那种一颗球，然后用有绳子这样子。这个是比较现代的。你本身也算是一个网红，对不对？我不太算哎。不太算吗？对我觉得算呢，像爆料公社有爆料他。哎呀，那边都有你的个人资料，还有经历。那个时候的那个情形是怎么样？就是我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吧，然后我会拍下来，然后会抛上去。你被偷拍的意思？对，算是。听说那个点击率很高哎。有点忘记。是不是？就2年前的事。2年前。高到有点忘记，你看。哦，大概有20几万。不止啦。不止哦。20几万这么好记，可能破100万，人家才会忘记。没有啦。好，没有那么夸张。很厉害，你刚刚有一招，我觉得那个还不错哎，就是掉到地上弹上来又接到。那是故意的吗？还是真的掉下去的？故意的。哦，那招练很久了哈。蛮久的。你会不会？哎，你听说你也会对不对？我不会啦，我不会。这个要练多久？那个我自己是玩大概4年多。要4年多哦。对，但是通常练个2年就可以练到蛮厉害的。2年。他2年到蛮厉害，你可能要花很久。我以前有玩过那个蚂蚁上树。这个球可能没办法。它是比较特别的溜溜球，它叫做离线溜溜球。那它顾名思义就是它会离线。对不起。没关系。真的不好意思哈，我们听讲评了，好不好？来，那个吴老师。不敢玩了。我爱看到目瞪口呆，我讲哎呦，表演真嘅爽来，安尼通落去，我感觉安尼乡村片就当欢喜，做得潮，汉好都会同学，那上海都会节目。老师就是希望你用溜溜球之美传播到全台湾的全世界，让更多人了解溜溜球，很好的东西。老师，请给分。百合老师13、14、15，哎呀，剩1轮，从后面追赶上来了，可以得到我们的红包，这是我们吴永斌同学，你可能要加码，因为刚刚弄伤人家。他1颗800嘛，你刚刚用了他那1颗，那算你8000就好，所以你要补8000块给他。没关系。溜溜球有没有怎么样？应该是还好。还好。我们一起来看下一组的表演。江江啊妹，打扮江江的人愛。江江啊妹，灑肉身材前醉。江江啊妹，公開來要無奈。江江啊妹。伊也瞞掉歸身去，
你存心来骗爱，骗爱真情意。你存心来骗爱，骗爱全敌。你存心来骗爱，骗爱骗爱爱。你骗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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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骗爱骗爱爱。讲阿妹，奈你唔错讲爱的。讲阿妹，讲你唔好再骗爱。Yo, pretty girl, be my girl, only you can touch my heart. Lift your love, what's your heart? What's your lips? What's your height? Give me your heart, don't break my heart. You're so hot, yo yo yo. 爱爱你，你唔爱爱，爱唔掂要买个东西，买东西，买东西。讲阿妹，大班讲等人爱。讲阿妹，沙肉身材真醉。讲阿妹，讲好爱来要无来。讲阿妹。伊也问掉几声爱，你存心来骗爱，骗爱真情意。你存心来骗爱，骗爱全敌。你存心来骗爱，骗爱骗爱爱。你骗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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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骗爱骗爱爱。讲阿妹，奈你唔错讲爱的。讲阿妹，讲你唔好再骗爱。哦，一枝独秀。哦。恭贺堂，恭贺堂，师哥好久不见，海军姐好久不见。哎，俺叫无看到，来，去到一个吼，一片。哎呦哦，最近你忙还嘛呀？嘿嘿，最近哦，秋黑忙那个新专辑，然后还有一集新的，现在也有做创作之类的。写给自己的吗？也算是算是跟别人然后要词，然后自己改一下。跟别人要词？对，因为他自己有那种想法。哦，这么特别。然后我们改来自己写一写。这是自己的专辑，这个封面都是自己的设计。这是自己设计的，是你自己拍的吗？这个平常哈在自拍的时候就要留下一些比较棒的回忆。所以这都用手机自拍的，是不是？唔黑用相机。这个用相机拍的？对，都是用相机拍的，然后把画素都调得刚刚好，也不要让它模糊掉之类的。那可能模糊掉会比较好看。可能你的相机的画素太高了，你的相机的画素有一点。对啊，像好里面的内页哈有比较模糊，我就会觉得比较好看。一斗数啊？有3首歌曲。哦。6首客家歌曲，1首贵语歌曲。刚刚唱的也是自己的专辑，对，就是主打曲。哦，好听。然后现在很想要跟那个就是我的师哥学习，就是我的师兄啦。在哪里啊？师兄在我左边。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秋黑矮。在下甘拜下风，勇敢啊，勇敢啊！哎呀，恭喜老爷，贺喜老爷！平生啊，平生。怎么会有这么的福报？那赵德武同学列你的门户啊？因为林占一欣赏啦，林占一老师啦，林占一欣赏要用兵吼，你客家嘅农业大擂台歌唱节目啊，参加录影的时候，督导林占一老师啊，收我为徒啊，我就跟他学歌。哦，那你现在会几首了？好。可能会8首有哦。哎呦，很厉害呢！林老师的歌全部都学起来了哈。哦，
对呀，你觉得好好学，这条路还蛮漫长的。林修老师，唐坤，请问你有几个？好啦，你也个吼，周德武先生吼，真嘅咯，佢全时呐，做一个表演呐，然后唱歌嘅细胞吼，如果呢，唱佢而家也是个讲什么阿妹讲阿妹吼，唱到呢同好，而且呢佢表演都也好，诠释都同好，大家看到是念专专的哟，嘿哦，真嘅，好，唱得非常的好，也是各位呢要表演都同好。吼，用安尼一条呢，真嘅客家嘅传承啊，有希望了，人家嘅前途啊，一片光明的话，哎，继续加油下去哦。真嘅，什么先生，多的为安尼嘅客家歌曲吼创作一点，因为安尼客家歌曲吼，真的需要一些年轻人去推广。去传承，你们两个要好好的合作。他会创作，他就可以写给你唱。我怕我驾驭不了我的歌声，绝对是可以的。周的。我怕我做的搞不好，永斌哥哥还不适合。好了，就不要互相在那边哈。我们来赶紧看分数来。好了，这个乐坤的那个赵德武可以得到几分？请给分。钟百合老师。嗨。胜文先生，还有，你看，做的这都红包6000块，怎么打算？全部捐出来给师兄。我有想过，就想要跟师兄借钱。因为现在我钱不够用，真的哈。因为把那个钱都放在这个专辑上面了，对不对？你刚刚安尼啊，尽量大礼拜拢来报名给乡亲同乐福做的呀，错吗？好，一礼拜创艺术，哦，呀个希望呀个节目长长久久，哦，所以观众朋友啊，积极打电话。有乜嘅传言可以等呢？尽量打电话来报名，嗨！冇错，这边感谢你嘅3位评审先生，还有这边嘅茶水仔表演仔。乡亲同乐比，大家来相比，我们下次见。